咱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美国华府智库指出，有风声咧传讲中国嘅华为公司利用空壳公司摕到超过200万粒台积电的 AI 晶片，警告讲得爱来提防。另外讲到台积电要扩大伫咧美国投资市场，引起各界议论。可惜联合科技的董事长董子贤也搁再发声讲，唔免烦恼台湾的科技产业会无起。 台积电的议题还未散。美国华府智库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伫最新的报告指出，有消息人士讲，中国华为公司利用白手套甲台积电落单，得到200多万的 AI 晶片。报告进一步示警，美国应该提防白名单企业做华为的白手套。美中贸易战继续激战，台积电煞变防暴中心之一。大概不会把鸿海搬去郑州或鸿海到印度设厂，就认为掏空鸿海了啊。 你会不会觉得广达到上海去设这个笔电厂就掏空广达？应该不会啊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是觉得过滤了啦。 虽然科技业头人有信心，不过就伫台积电宣布增加投资美国1000亿美金了后，市场持续伫起落。有外资连续9个交易日大卖台积电12万张，同时嘛出现散户啊大军进场捡俗啊。台积电的股东即几礼拜增加5.6万人，总数来到157万，未满一张的散户啊有1119354人，创下历史新高。未来从2026年开始，资本支出如果突破500亿美元的话，那么其实留给台湾的到底还有多少？每年美国会花在300到350亿，台湾大概就只剩下100到150亿。不要忘掉，还有日本熊本厂和德国的德勒斯等。专家嘛提醒，台积电虽然保证长期毛利率53%无变，不过2024年第四季毛利率到59%，所以一定受影响。除了资金调配受关心，台积电还阁面对还阁有北美子公司有员工去年8月发起将近30人的团体诉讼，指控台积电对非同爱员工有轻视，即马都还未落幕。专家指出，台积电后续还阁面对真大的文化适应甲管理问题，恐惊会变做伫美国建厂失抢的难题之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